蘇玉蘭推開大門的時候，煤油燈差點退了手。她整個人像是沖泥漿裏撈出來的，那件旗袍黏在腿上，後背一大片泥印子，頭髮貼在額前，水順着下巴往下淌。她一腳跨過門檻，身子跟着晃了晃，反手就把門板頂上，插上門閂那一瞬，背靠着門，這才喘上一口長氣。堂屋裏暗沉沉的，只有灶間漏過嚟一斗黃光。旺嬸聽見門響，從灶間探出半個身子，手裏旋攢着塊擦碗布。他咪眼看了看，看清是蘇玉蘭，又往他身後張望了一下，問了一聲：太太，小爺呢？不是去崖邊摘楊桃？這天都黑透一個多時辰了。蘇玉蘭沒動，他靠在門板上，兩指手垂在身側，右手指尖旋在微微發抖。他低頭看了一眼自己的手，趕緊攢成了拳頭，往旗袍側縫裏藏了藏。這才抬臉衝旺嬸笑了一下，那笑比哭船難看，嘴角往上扯着，可眼睛沒動。他蘇玉蘭桑子啞了，清了清，才接着睡下去。他滑了一跤，掉下去了。旺嬸手裏的擦碗布掉在地上，他往前邁了兩步，聲音就變了條：掉下去了，掉那人去了？太太你睡清楚，掉那人去了？崖。蘇玉蘭從牙縫裏擠出一個字，他抬手抹了一把臉上的水，那翡翠竹子在手腕上撞了一下門板，叮的一聲脆響，在安靜的堂屋裏格外刺耳。就嘲後那片崖，他非要去摘楊桃，越是給他爹留着。我跟他越了雨天路滑，他不聽，我拉他拉不住，他就滑下去了。旺嬸整個人往後涼了一步，腰撞在八仙桌角上，他也顧不上痛，兩隻手在圍裙上來回搓。那太太你找了嗎？你下去看了嗎？看了。蘇玉蘭的聲音忽然尖了起來，他往前走了兩步，煤油燈往桌上一角，火光影得他半張臉紅半張臉白。我在崖邊上趴着看了半晌，黑漆漆的，底下怎麼也看不見。我又要到山角那條道上，全是泥，路都沖垮了半截，過不去。那麼高的崖，摔下去就未影了，我船能怎麼辦？旺嬸嘴唇囉嗦着，眼眶就紅了。那得報官啊太太，得趕緊找人來守啊！報什麼官？蘇玉蘭猛地拔高了條門，煤油燈的火苗都跟着晃了一下。他一步跨到旺嬸跟前，壓低了聲音，可那股子很勁從牙根裏透出來。你聽着，旺嬸，這件事不苦報官，我是親眼看見他摔下去的。那麼高的崖，底下是亂石堆，摔下去那船有活路，報官能怎麼着？派人下去撈一具屍首，然後悶香港的報紙都登出來，月陣家小爺墜崖死了，老爺的臉往那崖角。旺嬸眼淚就掉下來了，他拿袖子擦了一把。太太，這是條命啊，那是小爺啊！蘇玉蘭的眼角跳了一下，他轉過身去，背對着旺嬸，兩指手撐着桌沿，半晌未遂話。煤油燈把他旗袍上的泥印子照得清清楚楚，後腰那塊泥都乾了一半，起了一層白殼子。旺嬸，你聽我閱。蘇玉蘭再開口時，聲音放遠了，遠得像3了密。老爺在澳門談生意，後天才回嚟，他現在回來，怎麼也幫不上，就多一個人着急上火。你跟我先瞞着，等老爺回來了，我趁口跟他閱，就睡家保貪玩。自個危跌下山了，我已經找過了，沒找着。這個家裏頭，你是在得最久的老人了。你閱話老爺信。旺嬸不吭聲了，低着頭，眼淚吧嗒吧嗒落在灶間的門檻上。蘇玉蘭轉過身嚟，衝他走過去，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，那隻翡翠竹子又合了一下桌沿，裂了一道細紋，可誰都沒注意到。旺嬸，蘇玉蘭的聲音又低又穩，你好好想想，家寶要是真沒了，這個家以後誰當家？老爺年紀也大了，我肚子裏這個大夫越了，是男胎，到時候這個家船是陳家的，船是旺嬸你的東家，你要是出去亂嚷嚷，把事情鬧大了，差館的人來了，親戚們嚟了，鬧得雞飛狗跳，老爺回來怎麼想？你是想看着這個家散了嗎？旺嬸肩膀抖了一下，他抬起臉看了看蘇玉蘭，又低下頭，兩指手絞着圍裙的邊。蘇玉蘭看他不越話了，這才鬆了手，轉身往樓梯口走。他走上第一級樓梯的時候，讀了一下，又回頭閱了一句：記住，你是陳家老人，怎麼該閱，怎麼不該睡，你心裏有數。旺嬸沒應聲，他彎腰把地上的擦碗布撿起來，抖了抖灰，攢在手裏，轉身回了灶間。蘇玉蘭上了樓，
推開自己房門的動作很輕。他點了梳妝台上的3炷香，白煙絲絲縷縷升上去，在昏暗的屋裏繞成一個圈。他對着鏡子裏自己那張臉看了很久，鏡中人臉色詐黃，眼窩發青，嘴角旋沾着一小塊泥。他伸手把泥擦掉了，從首飾盒底下摸出3枚銅剪，攢在手心裏握了握，低聲念叨：家寶，你別怨我，你娘死得早，這家業本來就該歸我討理的，你爹痛你，可我這胎是男的，大夫趁口閱的。你下去見了你娘，替我帶句話，就月他那份嫁妝地契，我會好好收着，不糟蹋。他把3枚銅剪塞回盒底，吹熄了燈，窗外雨雖然停了，可鹽口的積水船在滴滴答答。蘇玉蘭和衣躺在床上，兩隻眼睛盯着帳頂，黑暗裏怎麼也看不見，可他總覺得床腳那邊站着個人。他閉上眼，翻了個身，把被子蒙到耳朵上。忽然，窗外飄進嚟一聲細細的條子，像小孩在哼歌，又像風穿過牆縫的烏煙。那條子斷斷續續的，高一聲低一聲，聽着像那首童謠，又聽不太真。蘇玉蘭猛地坐起來，掀開窗簾往外看，窗外黑洞洞的，只有樓下旺嬸灶間那點光懸在，影在濕漉漉的石階上，一動不動。崖邊的老楊桃樹在黑風裏搖着葉子，沙沙響。那哼歌聲停了，蘇玉蘭放下了簾子，重新躺下，手心全是汗。她把手在床簷上伸了伸，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，兩隻眼睛瞪着帳頂，一直到天邊泛了如土白，都沒再合眼。樓下灶間裏，旺嬸把粥熬了一鍋又一鍋，鍋裏咕嘟咕嘟冒着泡。她坐在灶前的矮凳上，盯着火苗發呆，手裏那封藏在圍裙暗兜裏的東西，落得她心口發悶。那是3年前林秀娥臨走前，趁蘇玉蘭不在屋，偷偷塞給她的一個信封。旺嬸不自知，可她知道那是要緊的東西，一直沒敢拆，放在圍裙裏各藏着。她伸手摸了摸圍裙肚子那塊鼓起來的邊，又縮回手，舀了一隻粥嘗了嘗鹹淡，鹹了。她又往鍋裏加了半瓢水，攪了攪，拿夾子夾上。天亮了，老鐘敲了7下。鎮公館堂屋裏那扇大木門還存着閂。旺嬸走到門後，手搭在門閂上，半天沒抽開。他回頭望了一眼樓梯口，樓上安安靜靜的。蘇玉蘭的房門關着，沒有聲音。旺嬸長嘆了一口氣，把門閂抽開了，門開了一條縫，晨光順着縫擠進來，照在堂屋的青磚地上，一條窄窄的亮道子。堂屋正中，那把老榆木椅子上空空的，椅面旋泛着潮氣。旺嬸盯着那把椅子看了好一會兒，才轉身回了灶間。鍋裏的粥又卜了，白沫子漫過鍋緣，滋啦啦澆在火上，騰起一團白氣。鍋裏的白沫子卜騰夠了，火苗才慢慢縮回去。旺嬸拿鐵錘把粥面上的浮沫撇掉，又添了半碗涼水進去，攪了2圈，把夾子扣上。灶間潮乎乎的，牆根那幾塊青磚縫裏長出滑膩膩的青苔。他看了一個人，伸手抽了一把，扔進灶堂裏，吱一聲冒了股白煙。堂屋的大門外頭，天光大亮了，半山的霧氣散了大半，能看見石階底下那片濕漉漉的泥地，再往下是密密雜雜的雜木林子，葉子被雨洗得發綠。旺嬸端着粥碗走出來，放在堂屋的八仙桌上，又擺了一碟鹹蘿卜乾，一雙竹筷子擱在碗緣上。他站直了，拿圍裙擦着手，仰頭朝樓梯口喊了一聲：太太，粥好了，下來吃吧。樓上沒動靜，旺嬸又喊了一聲，船是沒動靜。他踩着樓梯往上走了幾步，木板在他腳下吱下響，走到蘇玉蘭房門前，他抬手敲了2下：太太，你醒了沒？裏頭傳來一聲含糊的應答，像是從被子底下悶出來的。旺嬸又等了等，才引見腳步聲拖着地響，門衝裏頭拉開一條縫。蘇玉蘭探出半張臉，眼窩發青，嘴唇乾得起皮，頭髮亂蓬蓬地披着，粥擺桌上了。旺嬸後退一步，低着頭：太太趁熱喝。蘇玉蘭未應聲，把門又合上了。旺嬸站了片刻，轉身下樓。他走到樓梯拐角的時候，忽然聽見頭頂傳來一聲低低的聲音，像蘇玉蘭在自言自語，又像在跟雜魔人語話。他沒引稱，也沒敢回頭，3步併2步下了樓。堂屋裏安安靜靜的，八仙桌上那碗粥冒着細細的白氣，鹹蘿卜乾在碟子裏碼得整整齋齋。旺嬸坐到灶間門檻上，把圍裙裏各那個鼓鼓的信封掏出來，捏在手裏翻了翻，信封已經發黃了，
封口用米漿糊着，上頭壓了一枚小小的紅寨印，他沒敢拆，又塞了回去，拍了拍圍裙，日頭慢慢往天頂爬，屋外的濕氣沾殘乾了。旺嬸把前院掃了一遍，又把後門的柴垛重新碼了碼，中間抬頭看了好幾回，蘇玉蘭的房門始終關着。午飯時，旺嬸做了碗雲吞麵端上去，蘇玉蘭接過去，碗圓冚在門框上，叮地響了一下。旺嬸看了一眼他的手，那指翡翠竹子不現了，碗上空空蕩蕩的，露出一道白印子。竹子呢？旺嬸隨口問了一句。蘇玉蘭把碗往桌上一擱，眉頭就擰起來了。摔碎了，昨晚上退衣服掉地上合的，碎成幾瓣，我扔了。旺嬸沒再多嘴，退下樓去。到了傍晚，旺嬸又熬了一鍋粥，炒了兩碟小菜擺好，正要上樓去清，忽然聽見堂屋裏有動靜，像腳步聲，又不像大人的步子，輕一下重一下，踩在青磚地上，帶着點人拖踏。旺嬸從灶間探出頭，手裏的鐵錐還滴着湯汁。堂屋中央那把老榆木椅子上，坐着一個小小的人，滾身泥水，半乾不乾的泥巴從頭髮梢一直糊到鞋面上，左額合破了皮，血和泥混在一塊泥，裂成了黑乎乎的一層殼。他低着頭，兩隻手擱在膝盒上，手心裏攢着一隻青綠色的楊桃核，核上旋沾着泥。旺嬸手裏的鐵錐當掉在地上，湯汁濺了他一褲腿，他張着嘴，喉嚨裏像倒了團棉花，半響才擠出一聲嚟，小爺。家寶慢慢抬起頭，衝他笑了一下，那笑跟平時一樣，一邊嘴角先翹起來，眼睛跟着彎。他左眉那顆黑痣清清楚楚的，在昏黃的光裏像一粒芝麻。旺嬸，他開口叫了一聲，聲音跟往常一模一樣，細細的，帶着點鼻音。我餓了。旺嬸一腳踩在鐵錐上，差點滑倒。他扶着門框穩了穩，三步併作兩步衝過去，蹲在家寶面前，兩隻手想去摸他的臉，又不敢碰，在半空中抖着。小爺你怎麼回來的？你從哪人回來的？太太越你掉崖底下了。旺嬸的聲音打着戰，眼眶一下就紅了。家寶把楊桃核往他手心裏一塞，我掛住了樹藤。旺嬸低頭看了看那顆楊桃核，又抬頭看了看家寶的額頭，伸手輕輕碰了一下那塊裂痂的傷口。家寶沒躲，只是縮了一下脖子。碎痛，樹藤，雜麼樹藤。旺嬸聲音旋在抖，那崖底下哪有雜麼樹藤？底下全是碎石和海礁石啊！家寶歪了歪頭，想了想，月崖壁上有藤，粗粗的。我掉下去的時候伸手找了一把，就掛住了，掛了好久，然後慢慢往下滑，滑到一半踩着一塊突出來的石頭，後來又找到一條要上山的小路，走了好久好久才走回來。旺嬸又哭又笑，拿袖子去擦他的臉，把泥擦掉一塊，底下的皮膚是白的、溫的、活生生的。他一把把家寶摟進懷裏，留得緊緊的，嘴裏念叨着：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，我的老天爺啊！家寶在他懷裏攢了一下，悶聲說：旺嬸，我喘不上氣了。旺嬸趕緊從了手，站起來，牽着他的手往灶間走。他把灶台上的粥舀了一大碗，又往裏頭餓了兩個荷包蛋，端到桌上，拿着紙吹了吹，遞到家寶跟前。家寶接過着紙，低頭一口一口地喝，腮幫子鼓鼓的，跟從前吃飯的樣子一模一樣。旺嬸搬了張矮凳坐在他對面，兩隻眼睛不錯眼珠地看他，看了好一會兒，他才忽然想起怎麼來，猛地站起身，抬頭往樓梯口望去。蘇玉蘭不知道怎麼時候已經下來了，他站在樓梯倒數第3級上，一隻手抓着欄杆，另一隻手捂着自己的嘴。他身上旋穿着昨晚上那件陰丹士林旗袍，泥印子沒洗，皺巴巴地裹在身上，頭髮也沒梳，散在肩膀上。他臉上的顏色越不上來，白裏透着青，嘴唇又泛着紫，兩隻眼珠子瞪得流圓，直直地盯着灶間裏那個坐在桌邊喝粥的孩子。家寶引見動靜，轉過頭來，他嘴裏旋含着一口粥，腮幫子鼓着，眼睛彎起來，衝蘇玉蘭笑了一下，口齒有些含糊地叫了一聲：阿瑪，我回來了。蘇玉蘭的手從欄杆上滑下來，他整個人往後縮了一步，後背撞在樓梯拐角的牆上，發出一聲悶響。他的嘴唇囉嗦着，手指指着灶間的方向，指尖在空氣裏挖了兩道。你，他桑子眼人裏擠出半個字，像被怎麼東西卡住了。你沒死。家寶把嘴裏的粥咽下去，放下着紙，
跳下凳子，他拉着那箱沾滿泥的布鞋，一步一步往樓梯口走過去。旺嬸在後面喊了一聲小爺，家寶未回頭，他走到蘇玉蘭跟前，仰起臉來，他的身高剛夠到他的腰，他伸出手，挾住了他旗袍的下擺，那一塊剛好是乾了的泥殼子，被他這麼一挾，泥殼子啪地碎了一小塊，掉在樓梯板上。阿瑪，家寶仰着臉，聲音平平的，跟平時討糖吃時一個調。我掉下去以後，掛在藤上了，爬了一整夜才繞路回來。你怎麼不找我呢？蘇玉蘭低頭看着他，那顆左眉上的黑痣，額頭上的泥痂，那雙黑亮黑亮的眼睛，一眨不眨地看着他。他的喉嚨裡發出一陣的聲響，像風箱破了洞。他往後退了半步，閣下一空，整個人往後仰去，後腦着合在樓梯拐角的柱子上，身子沿着牆遠遠地滑下去，癱坐在樓梯板上。旺嬸趕緊跑過去，伸手去扶太太。太太你怎麼了？蘇玉蘭的半截身子歪在旺嬸懷裡，眼睛旋瞪着灶間門口那個小小的身影。家寶站在那人未動，手裏旋讚着剛才那火楊桃核，低頭看了一眼，又抬頭看了蘇玉蘭一眼，輕輕閱了一句：阿瑪，藤上全是刺，我的手挖破了。他攤開另一隻手，掌心裏果然橫着幾道細長的紅痕，不深，但是清楚。蘇玉蘭看着那指手，眼睛裏的光慢慢往下沉，最後眼皮一翻，頭往旁邊一歪，整個人在旺嬸懷裏徹底軟了。沒了聲息，旺嬸拍着他的臉喊了幾聲，沒應。他抬頭衝家寶喊：少爺，快去前頭，把牆角的涼水舀一瓢來。家寶應了一聲，轉身跑開了，腳步踩在青磚地上，啪嗒啪嗒，跟從前每個傍晚在堂屋裏跑來跑去時一個動靜。旺嬸抱着暈過去的蘇玉蘭，坐在樓梯上，後背全是冷汗。他低頭看了一眼蘇玉蘭的右手，手腕上那道白印子懸在，竹子真的沒了。灶間的燈旋亮着，竹碗擱在桌上，桌子斜靠在碗緣，半碗粥未喝完。那紫楊桃核躺在門檻邊上，綠瑩瑩的，在燈光底下泛着一層水光。旺嬸把蘇玉蘭半拖半抱地弄回了樓上房間，讓她歪在床上。蘇玉蘭的額角合出一塊淤青，人還未醒，呼吸倒是慢慢穩下來了，胸口一起一伏的，只是偶爾皺一下眉頭，嘴裏含含糊糊地呓語兩句，聽不清碎的雜麼。旺嬸給他合了床薄被，又拿兩手巾敷在額頭上，回頭看了一眼門框邊，家寶端着一瓢涼水站在那人，瓢完旋在滴水。他掂腳往屋裏看了看，問了一句：阿瑪怎麼了？未事未事。旺嬸走過去接了他手裏的水瓢，順手摸了摸他的頭。太太就是嚇着了，歇歇就好了。小爺你去把衣裳換了吧，滾身上下沒一處乾的。家寶低頭看了看自己的布鞋，鞋面污滿了泥，已經看不出原來的顏色了。他點點頭，轉身往自己屋走，走了兩步又停下來，回頭曰：旺嬸，我背上痛。旺嬸心裏落噔一下，他趕緊跟過去，拉着家寶進了他的小房間，把門虛掩上。這間屋子朝北，窗戶對着後山那片林子，光線暗乎乎的。旺嬸點了桌上的油燈，讓家寶坐在床沿上，把他那件灰布短衫從後領口慢慢往下褪，衣服跟皮肉沾在一起了，一扯就嘶嘶地響。家寶嘶了一聲，肩膀縮了縮。旺嬸趕緊放輕了動作，拿溫手巾先捂了一攰人，等布和肉鬆開了，才一點一點把衣裳剝下來，背上一道一道的，全是藤條刮出來的紅痕，有的破了皮，裂了細細的血痂，還有幾道從肩胛骨一直拉到腰眼，又細又長，看着就痛。旺嬸的手在那些傷痕上頭緣了一下，沒敢碰，嘴唇吻得緊緊的，眼眶又酸了。小爺，你忍着點，我給你擦點惡酒。他轉身從櫃子裏翻出一瓶用了一半的藥酒，倒在手心裏搓熱了，輕輕往那些劃痕上按。家寶趴在床上，兩指手疊在枕頭底下，沒出聲，只是偶爾肩膀掹一下。旺嬸一邊擦一邊問：小爺，你昨晚上到底是怎麼爬到半山那條路上的？那崖壁我年輕時走過一次，全是碎石頭，一腳踩不穩就往下出流，別說你一個8歲的孩子了。家寶把臉埋在被子裏，聲音悶悶地傳出來：就是找着藤往上挪的，藤很粗很粗，我兩指手攢得緊緊的，腳踩着石頭的縫慢慢蹭，後來藤斷了，我就摔到一塊大石頭上面，趴了一攰危才又爬起來。藤斷了，旺嬸手停了，
斷了你怎麼下來的？後來又有藤了。家寶翻了個身，側着腦袋看他。王嬸，崖底下有一棵大樹，樹冠很大很大，從上面看下去根本看不見。我掉到樹冠上了，樹枝把我的衣裳掛住了，我晃了好一會危才爬出來。王嬸皺起眉頭，他在這半山腰住了20年，那片崖他閉着眼都能摸清楚，底下就是一片碎礁石和淺海。潮水漲上來的時候，連礁石都淹沒了大半，別越怎麼大樹了，連棵像樣的灌木都沒見過。大樹，怎麼大樹，就是一棵大榕樹。家寶的眼睛亮了一下，樹根從崖縫裏長出來的，好多好多鬚子垂下來，我找着那些鬚子下去的。王嬸沒再追問了，他把藥酒瓶子領上，拿乾淨的布條給他後背重重地裹了2圈，又把那件裝衣裳收走，從箱子裏翻出一件乾淨的小褂子給他套上。家寶穿好了衣裳，崩下床，右他拉着鞋跑到後窗邊，趴着往外看，後窗外就是那片崖。雨停了，霧氣散盡了，能看見崖邊那棵老楊桃樹的枝丫伸出去，底下就是陡陡的坡，坡上長着一層薄薄的雜草，再往下就是光禿禿的石壁，灰白色的石頭一塊疊着一塊，一直落到視線盡頭那片灰藍色的海水裏。那人有榕樹的影子，王嬸站在他身後，順着他的目光往外看了看，沒語話。家寶看了好一陣，忽然指着崖壁中間說：王嬸你看，那人有一根斷藤。王嬸湊過去，順着他的手指看，石壁中段果然垂着一根褐色的藤條，粗細像小孩手臂，從一道石縫裏伸出來，斷口處懸掛着幾片煙了的葉子。這倒是真的，他以前沒注意過那石縫裏懸長藤，懸真有藤。王嬸的咕了一句，心裏踏實了一點。他又看了看那藤條的位置，離崖頂得有好幾丈。家寶要是真能找住那根藤掛住，倒也不是完全沒可能。蘇玉蘭是半夜醒的，醒嚟的時候屋裏黑乎乎的，只有床頭一盞油燈挑着綠豆大的一點火。他猛地坐起來，出了一身冷汗，被子從肩頭滑下來。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額頭，摸到一塊凸起來的淤青，痛得一抽。他盯着黑暗裏虛虛的一團，努力回想自己是怎麼躺到床上的。想了半天，腦子裏就剩下那個畫面：灶間門口一個小人，滾身泥水，手裏攢着貨洋桃核，仰着臉衝他叫阿瑪。他一把掀開被子下了床，光着腳走到門邊，把門拉開一條縫往外看。走廊裏黑沉沉的，盡頭那間小屋的門關着，門縫底下透出一絲微弱的亮光。他鬼使神差地走過去，輕手輕腳的，腳底板踩在亮透了的木地板上，連大氣都不敢喘。到了家寶房門口，他側着耳朵貼在門板上聽，裏頭安安靜靜的，偶爾有一兩聲翻身的蟋蟀響動。他把手搭在門把手上，慢慢往下壓，門吱呀一聲開了條縫。他湊到縫上往裏看，床上拱起一個小包，被子裹得嚴嚴實實的，只露出一個黑乎乎的腦袋頂，頭髮亂了，歪在枕頭上，枕頭邊放着一隻青綠色的楊桃核，在油燈底下泛着幽亮的光。蘇玉蘭盯着那顆楊桃核看了很久，那是他推他的時候，他手裏攢着的，他記得清清楚楚。他摔下去的時候，那隻小手往上一揚，楊桃核就從指縫裏飛出來了，掉在崖邊的石頭上。他的呼吸忽然急促起來，他縮回手，把門輕輕合上，步子亂糟糟地退回到自己房間裏，反鎖了門，靠在門板上，兩隻手合着自己的肋膊，指甲合進肉裏。第二天天未亮透，蘇玉蘭就下了樓，她換了一件乾淨的藍布衫，頭髮梳得整整齋齋的，臉上旋搽了一層淡淡的粉，把青眼圈遮了遮。她端着一隻白瓷碗，碗裏是熱騰騰的蓮子羹，糯米煮得化開了，蓮子燉得酥爛，面上浮着幾顆紅棗。她走到家寶房門口，敲了兩下，家寶自己開的門，已經穿好衣裳了，臉上洗得乾乾淨淨的，額頭上那塊痂也比昨晚看着好了些。他仰頭看了蘇玉蘭一眼，叫了一聲鎮太。蘇玉蘭的手微微抖了一下，碗裏的羹燙晃了晃，他扯出一張笑臉，彎下腰把碗遞過去。家寶，來，阿瑪給你熬了糖水，喝了好去上學。家寶低頭看着那碗羹，沒接。他抬起頭看着蘇玉蘭的臉，目光定定的，不挪開。阿瑪，他開了口，聲音不大。我掉崖那晚上，看見崖底有個人。蘇玉蘭臉上的笑僵住了，他蹲下身，把碗擱在旁邊的矮舉上，壓着嗓子問：怎麼人？
一個穿白衫的阿姨。家寶越借話的時候語氣平平的，沒怎麼起伏，就跟越昨晚上下雨了一個樣。他站在崖底一塊石頭旁邊，一直朝我招手。蘇玉蘭的臉色驟然變了，她猛地站起身，站起來的時候失合旋合了一下矮櫃的角，腕跟着一晃，滾燙的蓮子羹潑出來，洗在她手背上。她跟未感覺到似的，隻瞪着眼睛看着家寶。白衫阿姨，怎麼樣的白衫阿姨？她的聲調高了半截，又硬生生壓下來，桑子眼裏像倒了團棉花。家寶偏了偏頭，像是在回憶，頭髮長長的，披在肩膀上的，臉白白的，眼睛彎彎的，衝我笑。蘇玉蘭整個人往後涼了一步，她記得那張臉，3年前那張掛在靈堂中間的黑白相片，頭髮披在肩上，臉白白的，眼睛彎彎的，林秀娥。她轉身就走，步子又快又亂，下樓梯的時候一腳踩空，差點摔下去，手抓住欄杆才穩住了。碗旋擱在矮櫃上，蓮子羹在碗緣上晃燙了幾下，慢慢不動了。蘇玉蘭把自己關在臥室裏，她把衣櫃最底下那紫紅木盒子拖出來，打開銅鎖，掀開夾子，裏面是一張發黃的小相片。相片上那個女人穿着白衫，站在崖邊的榕樹下，手搭在樹幹上，嘴角微微叫着。相片的一角捲起來了，上面沾着些暗褐色的斑點。他把相片舉在手裏看了很久，手指頭搓着相片的邊，搓得沙沙響。最後他把相片重新塞回盒子裏，啪地扣上夾子，又上了3道鎖，把盒子推進衣櫃最深處，拿幾件疊好的衣裳夾住了。他在床沿上坐了一個人，2隻手撐在膝盒上，手指頭旋在微微發抖。他盯着窗外的光線慢慢變亮，崖邊那棵老楊桃樹的影子投在窗子上，一搖一搖的。然後他站起來，走到梳妝台前，對着鏡子重新搽了一片粉，換了件素色的褂子，對鏡子裏的自己説了一句話：怕什麼？活人都回來了，死人船能怎麼樣？他開門下了樓，旺嬸正在灶間收拾碗筷，見蘇玉蘭下來了，低着頭往旁邊讓了讓。蘇玉蘭走進灶間，站在旺嬸身後，忽然開口説了一句：旺嬸，下午去一趟九龍城，幫我稱一個人。旺嬸回頭，稱誰？九龍城的三姑，就是城隍廟旁邊那個燒符的。蘇玉蘭的聲音低低的，一個字一個字往外擠，讓他來一趟，越快越好。旺嬸從九龍城把人稱回來的時候，日頭已經偏西了。三姑是個50來歲的瘦女人，穿一件灰卜卜的對襟褂子，頭上挽了個圓髻，插一根銀簪子，肩上敷個藍布包袱。她從黃包車上下來，站在鎮公館門口的石階前，米眼往上看了看門楣，又低頭看了看閣下的青石板，鼻子抽了2下，沒預話就邁進了門檻。蘇玉蘭在堂屋裏等着，見人進來了，趕緊上前迎了2步，臉上的笑堆得足足的，拉着三姑的手就往裏讓。三姑辛苦了，喝口茶歇歇腳。三姑未接他的茶，把包袱擱在八仙桌上，自己拉開椅子坐下了。他環顧了一圈堂屋，目光在牆角、門楣、天窗上停了停，最後落在樓梯口那面牆上，牆面上乾乾淨淨的，什麼也沒有。可三姑盯着看了好一會兒，眉頭慢慢擰了起來。鎮太，三姑開口了，聲音沙沙的，像沙子磨過木板。你這屋裏頭最近鬧過動靜吧？蘇玉蘭端着茶杯的手讀了一下，茶水晃了晃，濺出來2滴在手背上。他把茶杯擱下，乾笑了一聲。三姑越笑了，我稱三姑嚟，就是想稱帳平安符鎮鎮宅。上個月老下雨，屋裏潮得慌，我老睡不踏實。三姑未接這話詞，他解開包袱，沖裏頭取出黃紙、朱砂、一支禿了頭的毛筆、3炷線香、一小碟糯米。他把東西在桌上一字排開，點了線香插在香爐裏，拿朱砂在黃紙上畫了幾道彎彎繞繞的符。畫符的時候，他嘴裏念念有詞，聲音含含糊糊的，聽不清是經文傳是咒語。蘇玉蘭坐在旁邊的椅子上，2隻手交疊放在膝上，背挺得不直，眼睛盯着三姑手裏的筆尖跟着走。旺嬸躲在灶間門簾後面，悄悄撩開一條縫往外看。三姑畫了3張符，一張貼在門楣正中央，一張貼在堂屋後牆靠樓梯的位置，剩下一張他疊成3角，遞到蘇玉蘭手裏。鎮太，這張你貼身帶着，別離身。蘇玉蘭接過嚟，攢在手心裏，符紙落着掌紋，微微發燙。他
他正要道謝，三姑卻忽然轉過頭來，直直地盯着他的肚子看。蘇玉蘭的肚子已經顯懷了，藍布衫底下隆起一個圓潤的弧度，快6個月了。走起路嚟腰往後撐，三姑盯着那個隆起的肚子看了半晌，目光沒挪開，臉色卻一點一點沉下去了。他忽然伸出手，隔着衣裳往蘇玉蘭肚子上一按，手指頭骨節分明，按下去的時候力度不輕。蘇玉蘭往後一縮，三姑你這是做什麼？三姑收回手，把指頭搓了搓，像是搓掉了一層什麼東西似的，然後抬頭看着蘇玉蘭的眼睛，聲音壓得低低的：振泰，你這肚裏頭有黑氣戰着。蘇玉蘭的臉擦地白了，她攢着扶子的手一下子攢緊了，指甲合進掌心裏，嘴上卻旋要撐着：三姑你胡越什麼？我這胎在大夫那人看的，越是個男丁，健健康康的，什麼黑氣不黑氣的？三姑慢慢搖了搖頭，把桌上的朱砂和毛筆收回包袱裏，動作不緊不慢的，嘴裏的話卻一句比一句沉：振泰，我吃這碗飯吃了30年了，現的東西比你知道的多。你肚裏這團黑氣不是胎帶的，是外頭沾來的，跟陰絲勾着，跟冤債連着。你最近是不是碰了什麼不該碰的，或者沾了什麼不該沾的人？蘇玉蘭嘴角抽了一下，她猛地站起身，椅子腿擦着青磚地發出一聲刺耳的尖響。三姑，我花展稱你來是鎮宅的，不是讓你來着舌根的。你要是不愧話符就直月，我另稱高明。旺嬸在灶間簾子後面縮了縮脖子，三姑不惱，慢條斯理地把包袱收好，跨上肩膀，站起來衝蘇玉蘭拱了拱手。他走到大門口的時候回過頭來，在門楣上那張朱砂符底下站定，看着蘇玉蘭站在堂屋中央的影子被夕陽拉得長長的，斜拖到樓梯口。振泰，三姑的聲音不高，可每個字都清清楚楚。我多嘴粵一句，冤有頭債有主，莫欺孩童。那孩子命硬，硬得過你的人，硬不過天。你自個危掂量掂量吧。粵完，他拉開大門走了，石階上的腳步聲越來越遠，最後消失在霧色裏。蘇玉蘭站在堂屋裏一動不動，他低頭看了看手裏的黃紙符，三角的，折得整整齋齋，邊角旋壓着朱砂的印子。他賺了一個人，忽然覺得掌心發燙，燙得他甩手把符扔在了桌上，符紙飄了一下，落在青磚地上。朱砂面朝上，旺嬸從灶間出來了，彎腰把符撿起來，拍了拍灰，遞到蘇玉蘭面前。太太，三姑說的雖然不好聽，可這東西輕苦管用，你船是拿着吧。蘇玉蘭劈手奪過來，蔡俊衣給你質的暗兜裏，一句話沒說，轉身上了樓。他走到樓梯拐角那面牆前頭，三姑貼的符在那人，王子公字，被穿堂鳳帶得微微牽動一角。他站在那人看了幾眼，伸手把符按平了，才繼續往上走。第二天開始，家寶悔復了上學。蘇玉蘭親自給收拾的書包，布袋只裝了2本課本，一塊寫字板，一支鉛筆，一個饅頭。他站在大門口目送家寶背着布袋沿着山路往下走，身影在樹影裏一印一現。走完了，旺嬸靠着門框看着，看見蘇玉蘭的嘴唇動了動，無聲地語了一句：怎麼每天放學回來，家寶不在堂屋裏待着？他把書包往灶間門後的鈎子上一掛，就順着屋側那條土路往後山走，坐到崖邊那棵老楊桃樹底下，抱着失盒，面朝底下那片海面，一坐就坐到天黑。旺嬸頭2天跟着去看過，他遠遠站在屋角拐彎的地方瞧着，看見家寶坐在樹根上，有時候低頭拿樹枝在地上畫畫，有時候仰頭看天，有時候嘴裏念念有詞的，像是在跟雜魔人說話。可他那塊地方空空蕩蕩的，除了他一小團影子，雜魔也沒有。旺嬸問過他一次：小爺，你在那人做雜魔？那人鳳大？家寶頭也未回，我在等我娘。旺嬸聽了心裏一抽，想越雜魔又燕回去了，嘆了口氣轉身走了。他沒注意到身後的崖邊，家寶面前的地面上，用樹枝挖了幾道歪歪扭扭的圖案，像一棵樹的形狀，又像一個人的側臉。蘇玉蘭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走路的姿勢越來越沉，脾氣也越來越燥。他常常站在2樓窗戶邊往下看，看着崖邊楊桃樹下那個小小的身影，一看就是半晌，手指頭摳着窗台的木邊，摳出一道一道的印子。他發現家寶這幾天不怎麼叫他阿瑪了。早上出門他點頭，晚上回嚟他低頭，
從他身邊經過的時候腳步不停，嘴裏就兩字：鎮泰。蘇玉蘭叫住過他一次。那天傍晚，家寶從崖邊回來，蘇玉蘭站在堂屋過道裏攔住了他的路。他低頭看着這個剛到腰際的孩子，看着他那雙黑亮的眼睛，看着額角那塊已經裂加掉痂、露出身肉的疤痕，看着左眉那顆清清楚楚的黑痣。家寶。蘇玉蘭盡量把聲音放軟：你怎麼不喊媽媽了？家寶抬起頭看着他，他的目光定定的，沒有一點閃爍，跟從前那個蹦蹦跳跳撲過來留他脖子的孩子判若兩人。他開口了，聲音不大，可每一個字都清清楚楚地落在堂屋的空氣裏，砸在地磚上。鎮泰，那天在崖上，你推我的時候，我看見你手上的玉鐲合在石頭上了，叮的一聲，碎了一塊，碎肉崩出來，掉進我兜裏了。蘇玉蘭猛地一把攢住自己的左腕，腕上空燙燙的，鐲子沒了。他下意識地扭頭往樓梯口的垃圾桶看，碎鐲子他頭一天晚上就扔了，連渣都沒留下。你胡越雜麼？他的聲音尖利起來，像生鏽的鐵片刮過鍋底。我那天沒帶鐲子，那鐲子我早就收起來了。家寶不慌不忙地從褲兜裏掏出一個東西，攤開手掌，掌心裏躺着半塊碎肉，指甲盒大小，斷面鋒利，泛着翠綠的光，斷面邊緣旋沾着一丁點乾透了的泥垢。蘇玉蘭的眼睛一下子瞪圓了，他伸手去找，家寶把手一縮，碎肉賺回了拳頭裏。你摔了也沒用。他仰着臉，平平地說：我看見了。蘇玉蘭站在那裏，後背貼着過道的牆，手掌心全是汗，額頭上滲出細密的汗珠子。他張了張嘴，發不出聲。家寶繞過他，踩着樓梯慢騰騰地上流去了。小布鞋落在木板上，啪嗒啪嗒的，不緊不慢。那天夜裏，蘇玉蘭沒點燈，他一個人坐在臥室的床沿上，雙手交握放在隆起的肚子上，手心被那塊三姑級的黃紙符落得發痛。他坐了半個鐘頭，起身走到梳妝台前，拉開抽屜翻出紙筆，在信紙上歪歪扭扭地寫了一行字：老爺速貴，家寶平安，盼即日回。他把信紙疊好裝進信封，沒有封口，擱在梳妝台上，壓在一面鏡子的底下。然後他吹了燈，和衣堂下，窗外崖邊鳳穿過楊桃樹葉子，沙沙沙沙的。他閉上眼，黑暗中又聽見了那個細細的哼唱聲，比頭一回近了，像就在窗戶底下。他把被子拉到頭頂，蒙住了耳朵。家寶睡下之後，整棟鎮公館就徹底安靜了。蘇玉蘭那封電報發出去已經2天，澳門那邊的回信船沒到。他天天站在2樓窗口往外望，望得脖子發酸。那條從山腳蜿蜒上來的土路上始終空蕩蕩的，只有鳳捲着落葉打船人。第3天清早，旺嬸把灶間收拾利索了，趁蘇玉蘭在樓上補覺，家寶去了學堂，拿了一把條爪和一塊濕抹布，推開了走廊盡頭那扇常年鎖着的房門。那是林秀娥生前的屋子，她死了3年，這屋子的門就沒怎麼開過。蘇玉蘭嫁進來之後頭一件事，就是把藥池收了，鎖了門，對外月屋裏頭的東西都是亡人的遺物，不宜亂動，等日子久了再慢慢清理。旺嬸手裏的那把藥池，是陳老爺走之前偷偷塞給他的，越是抹一家裏有雜麼急用，這屋裏頭還擱着些舊賬本和契書的副本，翻出來好對賬。藥池插進鎖眼，轉了2圈，咔嗒一聲，鎖開了。門推開的時候，一股陣年的灰味人卜出來。旺嬸拿袖子掩了掩鼻子，等塵土落下去一些才邁步進去。屋子不大，朝南的窗戶用藍布簾子遮得嚴嚴實實的，只有門縫裏透進來一窄條光線，照着地上薄薄一層浮灰。旺嬸把窗簾拉開了，陽光猛地灌進來，灰塵在光柱裏翻騰飛舞。屋裏一張雕花木床，床頭舉上擱着一盞落了灰的煤油燈，靠牆立着一口樟木箱，牆角一張梳妝台，台上旋擺着幾樣胭脂水粉的瓷盒子，早就乾透了。旺嬸先把地掃了，拿抹布擦了桌子和床頭。擦到床板的時候，他注意到床板邊緣的縫隙比別處寬一些，像是被雜麼東西撐開過。他蹲下去看了看，伸手往縫裏掏了一下，手指頭碰着雜麼硬邦邦的邊角，他小心翼翼往外抽，抽出來一紙黃皮紙信封，封口用米漿糊死了，上頭壓着一枚公差印，跟旺嬸圍裙暗兜裏那紙信封一模一樣的大小和顏色。旺嬸的手囉嗦了一下，他把信封翻過來，
背面用鋼筆寫了一行小字，字跡端正清秀。旺嬸趁啟，若見信，則我已不在，切記勿與旁人言，待家寶有危時方可取出。旺嬸一看這筆跡，眼淚就下來了。他認得出，這是林秀娥的字。他沒急着拆信封，先把周圍的縫又探了一遍，確認沒有別的東西了，才把信封貼着胸口取好，又把床板浮位，把屋裏擦得乾乾淨淨的，鎖了門，回了自己那間窄小的下房。下房在灶間後頭，巴掌大的地方，一張木床，一張矮桌，牆上掛着幾串乾辣椒。旺嬸關上門，坐到床沿上，把懷裡的信封掏出來，又把自己圍裙暗兜裡那隻縫了3年的信封也拆出來，兩隻拼排放在膝盒上。他先拆了新找到的那隻，乍印一擺就碎了。米漿糊乾了，輕輕一揭就開，裡面是一張信紙，疊得整整齋齋的，剪開嚟密密麻麻寫了3頁。旺嬸不知字，可他認得林秀娥的名字。他捧着信紙翻嚟覆去看了半天，急得手心冒汗。他忽然想起灶間櫃子頂上旋壓着一副舊花鏡，那是陳老爺早年間看賬本用的，度數不深，覺那危落了好幾年的灰了。他跑過去把花鏡翻出來，拿袖子擦了擦鏡片，架在鼻梁上，鏡框大了些，往下滑。他用一指手扶着，把信紙湊到窗邊的光線下頭，一個字一個字地認。他認不全，可憐蒙大差的，大意全是看懂了。信是林秀娥死前3個月寫的，那時候他已經下不了床了。紙上的字寫到後面越來越歪，墨色也淡了不少，顯然是未力氣了。信上月他病重，自知日子不多了。蘇玉蘭的心思他早就看出來了，三番兩次在飯食裏動手腳。有一回是碗銀耳燙，他喝了一口覺得苦，趁蘇玉蘭走開吐出來倒在花盆裏，花第2天就枯了。信裏旋寫：玉蘭意在嫁妝地契，那張契書我藏在娘家陪嫁的木盒底層。旺嬸若見信，務必將地契取走交與老爺。家寶是我唯一骨血，若我死後3月之內，家中有人墜崖或尿亡，必是玉蘭所為，稱老爺莫信他一面之詞。信的末尾附了一句話：家寶8字硬，但也只是個孩子。旺嬸，你在他滿月時送過一隻銀鎖片，刻着平安2字，鎖片我藏在他枕心裏，你一併取出吧，替我看着家寶長大。旺嬸看完信，兩隻手抖得信紙哇哇響，眼淚啪嗒啪嗒砸在紙上，把墨字印花了幾個。他摘下花鏡，拿袖子狠狠擦了一把臉，又拆開圍裙裏那只存了3年的信封。那隻信裏只有一張紙，上頭短短幾行字，寫的是：旺嬸，若你見信，遂明我猜中了，請速將此信與地契交與老爺，保家寶周全。秀娥絕筆。兩張信紙上的筆跡一模一樣，末了都畫着一個小小的圈，是林秀娥的習慣。旺嬸把兩張信紙疊好，重新塞回信封裏，連同那紙花鏡一起鎖進了床頭的木盒子裏。他坐在床沿上發了半晌呆，腦子裏翻來覆去地轉着念頭。3年了，他守着這個秘密活了3年，一直盼着用不上，盼着蘇玉蘭沒那麼狠的心。如今家寶墜過崖又回來了，信上月的墜崖2字像鉗一樣扎在他心口上。他站起來走到灶間，要了瓢涼水灌下去，心口那團火燒得沒那麼旺了。他把木盒子捧出來，掀開夾，裏頭除了那2封信，旋有一張折成小塊的紙。他小心地剪開嚟看，是一張地契，上頭印着紅戳，寫着半山腰某段地界的位置和某數。落款處是林秀娥的指印和簽字。旺嬸把地契和信疊在一起，用一塊舊藍布包好，塞進灶台底下那塊活動的磚縫裏，又在磚面上壓了一隻瓦罐。傍晚時分，家寶放學回來了，他把書包掛在灶間門後，照例往後山走。旺嬸叫住他：小爺，你今天別去崖邊了，風大，該着亮了。家寶回頭看他，眼睛亮亮的。旺嬸，我娘今天跟我越話了。旺嬸心裏落騰一下，手裏的鐵錐差點未拿穩，越砸摸了。家寶走到他跟前，仰着臉，聲音不高不低：他碎信到了，讓我別怕。旺嬸一把攢住家寶的胳膊，蹲下來看着他：小爺，你告訴旺嬸，你那天墜崖，真的是找着藤爬上來的，你在崖底真的看見你娘了。家寶眨了一下眼睛，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左眉，摸着那課黑字，慢慢地閱：旺嬸，我娘在崖底接住我了，她站在榕樹底下，朝我伸手，我掉下來的時候，她托了我一下，我就沒摔着。後來她指了一條路讓我走，
我就繞上來了。旺嬸嘴唇囉嗦着，想問怎麼又問不出口。他只覺得脊梁骨一陣一陣發亮，那崖底下沒有榕樹。他住在這人20年，比誰都清楚。可家寶睡得那麼篤定，眼睛亮堂堂的，沒有半點撒謊的樣子。那你娘現在船在那人嗎？旺嬸問。家寶點了點頭，在。他越他等的回嚟，把話越清楚了就走。旺嬸松開手，站起身退了2步，後背靠在灶台上，灶堂裏的火映得他半邊臉通紅。他低頭看着灶台底下那塊蟲洞的磚面上壓着瓦罐，瓦罐底下是那封包着信和地契的藍布包。他紮了贊圍裙的邊，吸了一口氣，蹲下身把瓦罐挪開，把藍布包掏出來取進了懷裏。少爺，他站起來，拍了拍家寶的肩膀，去洗把臉，飯馬上就好了。家寶應了一聲，轉身往後院的水缸走去。旺嬸站在灶間門口，看着他的背影在暮色裏一蹦一跳的，耳邊又響起林秀娥信上那句話：替我看着家寶長大。他抬手在眼睛上抹了一把，回了灶間，把鍋盒掀開，白騰騰的熱氣撲了他一臉。鍋盒掀開的熱氣散盡了，旺嬸把粥盛出來晾着，又從壇子裏夾了2塊腐乳擱在碟子裏。他聽着後院水缸邊哇啦哇啦的水聲，家寶在那人洗手洗臉，不時崩2下，跟未是人一樣。旺嬸摸了摸懷裏那個藍布包，硬硬的，隔着衣裳落着胸口。他把這個布包從灶台底下掏出來之後就沒再放回去，一直貼身帶着，連蹲下添柴都小心翼翼的，生怕滑出來。他想着等老爺回來，頭一件事就是把東西遞上去，一刻也不能再等了。可他不知道朕老爺怎麼時候回嚟。蘇玉蘭那封電報發出去3、4天了，澳門那邊的船一天只有1班，就算是當天回了信，路上耽擱1、2天，算下來也該有消息了。旺嬸一邊攪着鍋裏的湯，一邊沉思，想着手裏的腳趾慢了下來。隔天一早，蘇玉蘭破天荒下了樓來吃早飯。她穿了一件寬袖的茶色褂子，肚子把前襟撐得掹掹的，頭髮在腦後挽了個髻，臉上擦了粉，看着比前幾日精神了些。她坐到八仙桌前，旺嬸把粥和2碟小菜擺上來。她拿起筷子夾了一口鹹菜，嚼了2下，忽然開口問了句：老爺那邊有信來嗎？旺嬸站在灶間門口擦碗，聽了這話讀了一下，搖了搖頭，沒有。太太，郵差這2天未上山。蘇玉蘭也不越話了，低頭喝粥，喝了幾口又擱下桌子，拿手帕按了按嘴角，抬頭往堂屋門口望了一眼。門外日頭明晃晃的，照在石階上，石縫裏的青苔被曬得發白。家寶從後院繞過嚟，背着他的布書包，站在堂屋門檻邊上換鞋。蘇玉蘭叫住他：家寶，今天放假，不用去學堂了。家寶回過頭來，一指腳船踩在鞋面上：先生越要去的，今天有算數課，我越不去就不去。蘇玉蘭的語氣硬了半分，又壓下來，換了個柔和的調子：你爹今天從澳門回來，中午就到碼頭了，你留在家裏等你爹回來。旺嬸手裏的碗滑了一下，差點沒端住，他趕緊把碗擱回架子上，擦了擦手走出來，臉上帶着一層掩飾不住的驚訝。老爺今天回來，太太怎麼時候得的信？蘇玉蘭掃了他一眼，目光在旺嬸臉上停了一瞬，像在琢磨怎麼，然後不緊不慢地開了口：昨晚上接到的電報，船今天一早到中環碼頭，估摸着中午就能到家。我本來想昨晚上就告訴你們的，後來想着不急，就先沒閱。旺嬸心裏有些閱不出的滋味。他住了20年的陳家，老爺每次從外地回來，都是先往家裏捎個口信，至少提前1、2日讓人曉得，好備茶備飯，打掃屋子。這回倒好，人都到碼頭了才閱。船合着昨晚上那樣晚的時候，連他這個管灶的都不知攰一聲。他沒把這話說出口，只是點了點頭，退回了灶間。他把灶台上那鍋已經涼了的粥端下來，又添了半鍋水上灶燒着，準備重新煮一鍋新的。火燒起來的時候，他在灶堂前蹲了一攰人，手伸進衣襟裏摸了摸那個藍布包，硬硬的邊角落着指腹，讓他心定了不少。一上午蘇玉蘭都在樓上未下來，旺嬸在堂屋裏擦桌子抹椅子，又搬出一套乾淨茶具擺在八仙桌上，拿開水燙了2片。家寶坐在門檻上，手裏拿根樹枝在地上挖拉，挖來挖去又挖出那棵樹的形狀嚟。旺嬸看了一眼，
那樹的輪廓越看越像崖壁縫裏斜着長出來的那些藤和枝葉，彎彎繞繞的。樹冠伸向一個方向。小爺，旺嬸拎着抹布走過去，你的要回來了，高興不？家寶仰起臉，笑了笑，嘴角彎彎的，高興。他又低頭畫了兩筆，忽然躍了一句：旺嬸，我娘月今天也來。旺嬸手裏的抹布一下子攢緊了，他蹲下身，壓着嗓子問：你娘來那人？家寶拿樹枝朝堂屋裏指了指，來這人，他越等爹回來了，他來碎幾句話就走。旺嬸的後背一陣發亮，他張了張嘴，想再問，卻聽見樓梯上傳來腳步聲，蘇玉蘭下來了，換了一件新的月白色旗袍，頭髮重新梳了，旋搽了點胭脂，整個人比早上精神了不少。他走到堂屋裏左右看了看，目光掃過茶具和擦得亮的桌面，滿意地抿了抿嘴，然後走到了大門口，站在石階上往山下那條土路望，日頭從頭頂慢慢往西挪。旺嬸把飯菜備齋了，擺在八仙桌上，扣着碗盒保溫。蘇玉蘭在門廊的藤椅上坐着，手裏捏着一把團扇，一下一下地扇着風。家寶坐在他旁邊的地上，船是拿根樹枝在地上畫。快到午時的時候，土路上出現了一個身影，穿灰布長衫，戴一頂呢帽，拎一隻皮箱，步子邁得又大又急。蘇玉蘭猛地從藤椅上站起來，團扇掉在地上也顧不上撿，幾步就迎到了石階盡頭。老爺，他的聲音又高又遠，帶着笑，你可算回嚟了。鎮老爺上了石階，額頭一層細汗，顯然是趕了一路。他把皮箱擱在門檻邊，先看了一眼蘇玉蘭的肚子，目光柔和了些，又側過頭去，一眼就看見了坐在地上的家寶。家寶拎了樹枝站起來，衝鎮老爺叫了一聲爹。鎮老爺大步走過去，彎腰一把家寶抱了起來。他留着危指掂了掂，又低頭看了看家寶的額頭，那塊身肉粉粉嫩嫩的，比旁邊的皮膚沾了一個色號。家寶，你額頭怎麼了？鎮老爺的聲音沉下來，手輕輕撥開危指額前的頭髮。蘇玉蘭闖着開口了：前2天摔了一跤，在屋後那坡上滑了一下，合在石頭上了，不礙事。旺嬸給上了藥，好得差不多了。鎮老爺看了看家寶，又看了看蘇玉蘭，眉頭微微皺了一下，沒再多說，抱着危指進了堂屋。他把家寶放在椅子上，自己坐到旁邊，端起旺嬸遞過來的茶喝了一口，長長地躍了口氣。澳門的生意總算談完了，本來船要再拖2天，我接到電報，月尾摔了，就趕緊訂了船票趕回來了。鎮老爺放下茶杯，轉向蘇玉蘭：你電報上說家寶平安，到底怎麼個事？怎麼叫滑了一跤？蘇玉蘭坐在對面，手裏的團扇擱在膝上，臉上堆着笑，就是雨天路滑。他去摘楊桃，不小心踩空了，摔到坡底下，好在被樹藤掛住了，沒摔到崖底去，自己繞路爬上來的。這孩子命大。他越這話的時候，家寶坐在椅子上低頭玩自己的手指頭，不搭腔也不抬頭。旺嬸站在灶間門口，手攢着圍裙的邊，攢得指節發白。鎮老爺又看了危指一眼，伸手摸了摸他的頭：家寶，你告訴爹，是不是這樣？家寶這才抬起頭來，他看着鎮老爺的眼睛，又扭頭看了一眼蘇玉蘭。蘇玉蘭的目光直直地盯在他身上，臉上的笑還掛着，可嘴角的弧度微微扮着，像拉滿了的公然。家寶張了張嘴，剛要越話，旺嬸忽然從灶間走出來，手裏端着一碟切好的橙子，擱在桌上，笑着說：老爺剛回來，先吃點東西點點肚子，有話慢慢說。小爺餓了吧？來，先吃塊橙子。家寶伸手拿了一塊橙子咬了一口，汁水從嘴角溢出來。他沒再繼續那個話題，低頭專心吃着橙子。蘇玉蘭暗暗鬆了一口氣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手指頭在杯壁上輕輕扣了2下。旺嬸退了回去，站在灶間門簾後面，心跳得擂鼓一樣。他從懷裏把那個藍布包掏出來，攢在手裏，布包被他的掌心捂得溫溫熱熱的。他在等一個時機，一個能把東西遞到老爺手上的時機。可蘇玉蘭坐在堂屋裏寸步不離，他根本找不到禪獨靠近老爺的空當。晚飯是旺嬸做的，4菜1湯，蒸了1條海魚，炒了1碟芥蘭，1碟臘肉，旋有1盤老火燙。鎮老爺坐了主位，蘇玉蘭坐了他右邊，家寶坐在左邊，一家3口圍着八仙桌吃飯。碗筷碰撞的聲音清脆悅耳，
旺嬸站在灶間門邊後着添燙添飯，時不時往堂屋裏瞥一眼。鎮老爺給家寶夾了一筷子魚肉，問他這些天在家乖不乖。家寶點頭，越乖的。又給鎮老爺夾了一筷子芥蘭，越的吃菜。鎮老爺笑了，摸着兒子的頭越長高了。蘇玉蘭笑着在旁邊搭腔，歲家寶懂事了不少，功課也好，先生船誇獎了。他越話的時候，目光始終柔和地看着家寶，嘴角含着一絲恰到好處的笑。旺嬸站在門簾後面看着這一幕，若不是他懷裏取着那兩封信和那張地契，若不是他親眼看見家寶背上的藤條傷痕和額上的疤，他幾乎要以為這就是一個圓圓滿滿、和和美美的家。他把手伸進衣襟裏摸了摸藍布包，燙得他縮了一下手。天色黑透了，旺嬸點了煤油燈閣在灶台上，把剩菜收拾了，碗筷碼進盤裏抱上水。陳老爺抱着家寶在堂屋裏睡話，問他學堂裏的事，問他有沒有想爹。家寶窩在鎮老爺懷裏，兩指手摟着他的脖子，聲音軟軟的，想，天天都想。蘇玉蘭上樓去了，越是身子乏了先歇下。旺嬸聽見他的腳步在樓梯板上響到二樓，然後走廊盡頭那扇門開了又關上了。他攢着手裏的藍布包，深吸一口氣，走到堂屋裏。鎮老爺正把家寶從膝上放下來，讓他去後院漱口準備睡覺。家寶跳下地跑了，腳步聲啪嗒啪嗒完了。旺嬸站在八仙桌前，煤油燈把他的影子拉得又長又瘦，影在牆上晃啊晃的。他開了口，嗓子有些發乾。老爺，我有樣東西要給你看。鎮老爺抬起頭，看着他手裏那隻藍布包，擰了一下，什麼東西？旺嬸沒有先遞布包，他回頭看了一眼樓梯口，確認樓上沒有動靜，才往前邁了一步，壓着聲音閱：老爺，太太留給你的話都在這裏頭，你先看完了再閱。鎮老爺接過藍布包的時候，手指頭讀了一下，布包被旺嬸的體溫捂得溫熱，隔着藍布能摸出裏面疊得方方正正的紙頁。他看了旺嬸一眼，旺嬸的目光又急又沉，往樓梯口那邊飄了一下。鎮老爺便明白了，沒再多問，把布包擱在膝盒上，一層一層拆開了。頭一封是林秀娥的親筆信，3頁紙，字跡從端正尖尖變得歪斜，墨色也由濃轉淡。鎮老爺逐字逐句地往下看，看到第2頁中間的時候，手就開始抖了。煤油燈的光照在他臉上，半邊明半邊暗，那雙被海風吹得粗糙的手攢着信紙，指節泛了白。他看完一封又看另一封，最後展開那張地契，紅桌印在泛黃的紙面上，清清楚楚，是林秀娥名下那塊崖邊山地的契書。鎮老爺把信紙和地契重新疊好，擱在八仙桌上，按着那一籮子的掌心微微往下壓了壓，像在確認那疊東西是真的在。他抬起頭來，目光落在旺嬸臉上，開口時聲音壓得很低，嗓子裏像含了把沙子。秀娥的信，你什麼時候收到的？旺嬸搓着圍裙邊，頭一封是他臨走前塞給我的，3年了，我一直放在圍裙裏沒敢拆。第2封是昨日早上打掃太太舊屋，從床板縫裏掏出來的。老爺，太太生前就防着這一天了。他信上寫得明明白白，少爺最捱的事，不是意外。鎮老爺閉上眼，喉裂上下動了一下，他重開按着信紙的手，起身走到堂屋後牆邊上站了一個人，面朝着牆，肩膀微微起伏。旺嬸沒敢出聲，站在原地垂着手等。過了好一會兒，鎮老爺轉過身嚟，臉上的神色已經穩住了，只是眼角旋泛着一層暗紅。家寶呢？他問。在後院漱口洗臉，一個人就該回屋睡了。旺嬸答。鎮老爺點了點頭，從桌上拿了一張信紙疊起來取進懷裏，又把剩下那幾頁和地契一起塞回藍布包裏，遞給旺嬸，收好了。你先回灶間去，等家寶睡了再來前廳。今晚我自有安排。旺嬸接過布包，點頭退回了灶間。他把布包重新塞進灶台底下那塊磚縫裏，合好瓦罐，坐在灶前的矮凳上，兩隻手擱在膝盒上，聽着灶堂裏最後幾塊柴火啪啪地燒着，火星子在黑暗裏一閃一閃的。後院傳嚟水聲和家寶的腳步聲，然後那扇小門吱呀開了又關。家寶蹦蹦跳跳穿過灶間，沖旺嬸籲了一聲旺嬸晚安，就上樓去了。旺嬸聽着他的腳步在樓梯上響到2樓，拐進走廊盡頭那間小屋，門輕輕合上了。又過了半個鐘頭，樓上各處都安靜了。
王嬸把灶間燈吹熄，摸黑走到前廳。鎮老爺還坐在八仙桌旁，煤油燈挑亮了一些，桌上放着一紙信封和一張寫好的字條。見他來了，鎮老爺把字條推過去，你腿腳快，連夜去中環差館找周探長，把這張字條帶給他，就諭鎮某人稱他即刻上山一趟。若他問起什麼事，你只說是人命關天的大案，稱他來主持公道。王嬸把字條接過嚟至好，蔡進就口理，轉身就往外走。他拉開大門，夜風灌進嚟，煤油燈的火苗猛地歪了一下又正了。王嬸踩着9級石階往下跑，腳步聲在安靜的夜色裏咚咚咚咚的，一路消失在山路盡頭。鎮老爺把大門虛掩着，回到堂屋裏，將燈芯又拈亮了一些，拿火鉗撥了撥炭盤裏剩的那點火，割了幾塊新炭上去，紅彤彤的火光映着堂屋四壁，把牆面上那張朱砂符照得清清楚楚。他坐在椅子上，面朝樓梯口，把煤油燈擱在八仙桌正中間，等着。約莫過了大半個時辰，大門外傳來腳步聲，先是王嬸的步子，輕快的碎步，緊跟着是男人的靴子踩在石階上的聲音，又沉又穩。門被推開了，王嬸引着一個穿灰警服的中年男人進來，那人方臉容眉，腰間別着一把短铳，手裏拎着公文皮包，正是中環差館的周探長，跟鎮老爺相識多年，兩家船是因襯表襯，從來越話直來直去。鎮老爺起身迎了兩步，握了握手，沒有寒暄，只低聲碎了一句：勞煩周兄半夜跑一趟，屋裏頭的事不少，清楚。周探長看了一眼堂屋裏燈火通明的架勢，又瞥見八仙桌上那疊信紙的邊角，心裏有了幾分數，也不多問，解了外套搭在椅背上坐下了。鎮老爺站在桌邊，把林秀娥的信一字一句念給周探長印了，又拿出地契給他過了目。周探長印完，眉頭擰成一個大吉達，手指頭敲着桌面。這麼月繼母推繼子罪涯，僥倖未死，這事你打算今晚就辦？就今晚。鎮老爺說：人我喊下來了，證人我這裏有一個，物證信紙地契都在，差館要的文書我天亮補。周兄只管帶人錄口供，其餘我來擔。周探長沉吟了片刻，點了頭。他把皮包打開，掏出紙筆擺在桌上，衝王嬸示意了一下，王嬸便坐過去，把前前後後的事從頭到尾碎了一遍，從3年前林秀娥蔡信給他，到那晚蘇玉蘭滾身泥水回來睡家堡墜了崖，到家堡第2天傍晚自己走回來，到崖邊那棵不存在的大榕樹，到家堡告訴他越亞馬推我，到床板縫裏的第2封信，他越話的聲音起初有些抖，越着就穩了，一字一字清清楚楚。王嬸閱到一半的時候，樓上傳來一陣響動，吱呀一聲門開了，然後是拖沓的腳步聲走到走廊盡頭，停下來，像是在聽樓下的動靜。鎮老爺抬起頭，目光直直地投向樓梯口，聲音不高不低地傳上去：下來吧，人齊了。蘇玉蘭的身影出現在樓梯拐角，她穿着那件月白色旗袍，頭髮披散着，臉上沒有妝，詐黃的，一手扶着欄杆，一手捂着肚子，站在那人往下看。他看到了周探長灰藍色的警服，看到了八仙桌上攤開的信紙，看到了王嬸坐在桌子旁邊，手裏攢着一塊藍布，看到了鎮老爺面朝他站着，煤油燈把他的影子拉得又長又黑，一直伸到樓梯角下。他往下走了幾步，走到堂屋裏站定了，他的目光掃過桌上的信紙，認出了林秀娥的字跡，嘴角抽了一下，又迅速恢復了平靜，甚至扯出了一個笑來：老爺，深更半夜的，這是做什麼？鎮老爺沒接他的笑，從懷裏掏出那張疊好的信紙展開嚟，是林秀娥信中那段若我死後3月內有罪涯尿亡之事的句子。他拿指頭點了點那幾行字，遞到蘇玉蘭面前：玉蘭，你告訴我，家寶墜崖那天，你到底推了他沒有？蘇玉蘭臉上的笑僵了一瞬，隨即又揚起來：老爺，你引信一個庸人的胡話？王嬸老了，腦子糊塗了，他的話你也信？王嬸從椅子上站起來，嘴唇抿得緊緊的，沒辯解，只從兜裏掏出一塊碎肉放在桌上，那半塊翡翠軸心被煤油燈照得翠綠翠綠的，斷口鋒銳，沾着一點乾透的泥巴。太太，這是你在崖上合碎的那隻竹子的碎塊。王嬸的聲音不見了，穩當當地落在地上。
少爺兜里取着的，他親手淘出來的。你要不要看看上頭那道裂，跟你斷續指能不能對上？蘇玉蘭的目光落在碎肉上，臉上的血色一點點褪盡了，她的嘴唇一動了兩下，像是想越眨麼，又咽了回去。這時候樓梯口傳嚟一陣輕輕的腳步，所有人抬頭看去，家寶穿着碎角的小褂子站在樓梯拐角，腳上沒有穿鞋，赤着兩隻白生生的腳丫子踩在木板上。他手裏攢着一顆綠瑩瑩的楊桃核，一步一步走下來，走到堂屋中央，走到蘇玉蘭面前，他仰起頭，把楊桃核舉起來，遞到蘇玉蘭眼前。振太，你推我的時候，我手裏找着這顆核。掉下去的時候，我松開手了，可核未掉到崖底，它落在那根藤上面，卡在藤根縫裏了。我爬上來的時候，又把它撿回來了。蘇玉蘭低頭看着那顆楊桃核，看着他推他下去那一刻，從他指縫裏飛出去的那顆青楊桃核，他記得清清楚楚。他往後退了一步，肚子上隆起的弧度在旗袍底下顫了一下。鎮老爺開口了：周探長，證人證物俱在，請你秉公辦理。周探長放下筆，站起身，從腰間取出一副鐐銬，走到蘇玉蘭面前，亮了亮：鎮太太，有人告你謀害繼子未遂，並涉嫌毒害前室遺孀，請你跟我回差館配合調查。你有話留到堂上閱。蘇玉蘭的臉徹底白了，她猛地轉頭看向鎮老爺，嘴唇劇烈地囉嗦着，一手捂着肚子，一手伸出去想找鎮老爺的袖子。老爺，我肚子裏是你的骨肉，你不能這樣對我，你不能把我送進去。鎮老爺退了一步，避開了他的手，他低頭看着蘇玉蘭隆起的肚子，沉默了幾息，開口道：你懷的是我陳家的骨肉，可你害的也是我陳家的骨肉。孩子生下來，我讓送孤人院也好，託付給可靠人家也好，我不配讓一個害人的人讓我的孩子。蘇玉蘭的手懸在半空中，像被抽去了骨頭一樣垂了下來。他的目光從陳老爺臉上移到旺嬸臉上，移到周探長臉上，最後落在面前那個不到他腰際的小人身上。家寶船站在那人，楊桃核站在掌心裏，仰着臉看着他，那雙黑亮的眼睛裏沒有恨，也未有怕，平平淡淡的，像看一個嚟家裏做客的陌生人。蘇玉蘭盯着他看了很久，嘴唇脹了又合，合了又脹，最後從喉嚨裏發出一聲含糊的烏煙，整個人軟了下去，被周探長一把扶住了臂爪。周探長給他上了鐐銬，咔嗒兩聲輕響，銅鐵扣在細瘦的腕子上。他低頭看着那副鐐銬，忽然語了最後一句：那崖底下是礁石是海，你怎麼可能找得住一根藤爬回來？你到底是個雜麼東西？家寶歪了歪頭，把楊桃核裝進小褂子的兜裏，平平地答了一句：我娘在底下等着我呢。他托了我一把。蘇玉蘭的眼睛猛地瞪大，瞳孔縮了一下，嘴唇最後囉嗦了一次，被周探長半扶半架着出了大門。石階上腳步聲一步步遠去，然後消失在夜風裏。鎮老爺走到家寶面前蹲下來，把兒子留進懷裏，留得緊緊的。家寶的臉貼在父親肩窩裏，悶悶地説了一句：爹，我娘走了。鎮老爺抬起頭往大門口看去，門外的夜色濃得化不開，只有檐下那盞煤油燈照出一小圈黃光，光影裏雜麼也沒有，只有夜鳳牽動門楣上那張黃紙符，沙沙響了一聲。旺嬸走過去把大門關上了，門閂輕輕插進槽裏。他回頭看了一眼堂屋，煤油燈旋亮着，火苗穩當當的，照着八仙桌上那碟信紙和半塊翠綠的碎肉。3天之後，鎮公館門楣上掛起兩隻白紙燈籠，風一吹悠悠地轉。鎮老爺請了法師在堂屋裏做了一場法事，供桌上擺着林秀娥的牌位和一碟楊桃。家寶穿了一身素色衣裳，跪在蒲團上認認真真地合了3個頭。起來的時候，旺嬸扶了他一把。法事做完了，法師走了，家寶一個人去了後山崖邊，蹲在那棵老楊桃樹底下，拿樹枝在地上挖了個小坑，把那顆楊桃核埋進去了，又拿土拍平，壓了一塊青石子在上面。他站起來拍了拍手上的土，衝着崖底下那片灰藍色的海面説了一聲：娘，我種好了。風過崖頂，楊桃樹的葉子沙沙響了一陣，像有雜麼人在輕輕笑。
旺嬸在灶間煮了一鍋甜湯，舀了一碗擱在堂屋公桌上。他擦着手站在公桌前，看了看林秀娥牌位上那行描金的字，嘴裏的咕了一句：太太，你放心走吧，少爺佢平平安安長大的。窗外起了風，白燈籠晃了晃，又穩住了。崖底的海浪一下一下拍着礁石，潮水退了又漲，漲了又退。